镜周刊报道，张惠妹、阿妹1月28日在新店餐厅包场办尾牙，还担任主持人，炒热气氛。阿妹比照救国团设计团康游戏，就是要让大家跳起来。她大气撒近100万红包，而后的男人 Sam 在场尽男主人的身份招呼所有人，虽说宾主尽欢，却让很多人跳到脑袋缺氧。阿妹日前举办生动 Alive A8 Cafe 及 A Bar 的联合尾牙宴，光是这一场活动，她提前1个月秘密筹备，从内容、场地到发通告，通通一手包办。当宾客到场时，每个椅子上都放了一个包有600元，上头写着傲娇的小红包，期间还有旗下艺人安娜及 Boxing 轮流上台演出。除了吃饭，阿妹还特别设计团康活动，其中一个活动就是分组双脚加气球接力赛，赢者有红包可领，输者就得喝酒惩罚。许多人拼了命想求胜，糗态百出，却多了趣味性，但也有参赛者直呼跳到脑部缺氧。更有人调侃指尾牙地点偏远，想逃跑都难。今年难得举办尾牙，与阿妹交往近8年的 Sam 则以男主人自居，两人虽仍是男女朋友，尚已如老夫老妻，有基本默契。在尾牙时，两人互动不多，却也各司其职。阿妹负责台上 ，Sam 负责台下。不过 Sam 烟瘾颇大，整场活动几乎都烟不离手。延伸阅读，